去超市買餸，呢樣大概係我哋每個人生活中最稀鬆平常嘅事啦。特別係行到冷凍區，睇住冰櫃入邊堆到好似小山咁嘅各種肉製品，心入邊總會盤算，呢個都太抵辣搶，幾十蚊可以買到一大袋牛排，10幾蚊可以買到一包雞柳，仲有嗰啲紅白色相間嘅蟹肉棒，睇落似模似樣嘅牛羊肉卷，點睇點實惠。但係如果我今日話俾你聽，平時隨手買返屋企嘅呢啲所謂肉，喺好多情況下根本就唔可以算係真正意義上嘅肉。呢個唔係危言聳聽，喺食品工業高度發達嘅今日，好多所謂嘅實惠美味，其實係無數添加劑、邊角料同黑科技堆砌出嚟嘅假象。食多咗呢啲嘢，唔單止冇營養，仲可能因為攝入過量嘅鹽分、磷酸鹽同防腐劑，幫你嘅腎臟、血管埋下巨大嘅健康隱患。特別係屋企有小朋友、老人家嘅呢種合成肉，更加係掂都唔好掂。接落嚟，我哋就介紹5種唔買得嘅肉製品。第一種，睇落高大上嘅平價牛排。提到牛排，大家腦入邊浮現嘅都係西餐廳入邊嗰種煎到滋滋冒油，切開之後汁水4日嘅高檔嘢。所以當你見到超市冷凍櫃入邊包裝精美、印住西蘭、肉眼、菲力字樣，價錢卻只要幾蚊、10幾蚊一塊嘅牛排嗰陣，好難唔動心。呢啲平價牛排喺行業入邊有個公開嘅秘密，叫做重組牛排，俗稱膠水牛排。真正嘅原切牛排，嗰啲係直接喺牛身上切落嚟嘅一整塊肉，唔做任何修飾，配料表乾淨到只有2個字：牛肉。呢種肉纖維係完整嘅，食落有咬口，有天然嘅牛肉香氣。但係你睇下嗰啲平價牛排嘅配料表，長到嚇死人，除咗牛肉，後邊跟住一連串你讀都讀唔順口嘅化學名詞。呢種牛排就係將賣唔出嘅邊角料、碎肉，甚至混雜咗一啲更廉價嘅肉，加水、加膠、加調味，喺一個大滾筒入邊攪拌、擠壓，最後冷凍切片。呢一種肉最可怕嘅地方在於，因為係碎肉拼接，細菌層早已經滲透到肉嘅內部。原切牛排我哋可以食7成熟、5成熟，因為細菌只係喺表面。但呢種重組牛排，如果你唔敢煎到全熟，內部嘅細菌根本殺唔死，食咗好容易肚屙。點樣辨別？好簡單，睇配料表，只要喺牛肉2個字後邊仲見到水、大豆蛋白、卡拉膠、磷酸鹽等字眼，唔理包裝幾豪華，一律放低，呢啲就係合成肉。第二種，呃咗我哋多年嘅蟹柳，打邊爐、麻辣燙、關東煮，甚至好多沙律入邊都有蟹柳嘅身影。佢紅白相間，一絲一絲咁，食落鮮甜嫩滑。好多家長以為呢啲係海鮮，覺得俾小朋友食呢啲可以補鈣、補蛋白。殘酷嘅真相係蟹柳入邊連一隻蟹嘅影都冇。蟹柳嘅起源其實係日本嘅一種仿生食品技術，佢嘅學名叫魚迷製品。講白啲，就係用最廉價嘅雜魚，甚至係唔新鮮嘅魚肉打成爛泥，然後瘋狂加入澱粉嚟增加體積。你以為你喺度食高蛋白嘅海鮮，其實你喺度食澱粉加調味。為咗等呢條澱粉棒食落有彈性耐煮，廠家仲會加入大量嘅膠體同補水劑。更要命嘅係佢嘅鈉含量。打醒精神睇配料表，幾條蟹柳落肚，你呢一日需要嘅鹽分可能就超標啦。呢個對於發育緊嘅小朋友或者有高血壓嘅老人家嚟講，絕對係隱形嘅健康殺手。第三種，小朋友最愛嘅速凍雞柳。而家嘅小朋友10個有9個鍾意食雞柳，路邊攤唔衛生，好多家長就諗住去超市買半成品嘅速凍雞柳，返屋企自己炸，覺得咁樣總歸乾淨啲羹。其實超市入邊嘅速凍雞柳同路邊攤嘅貨色其實差唔多。工廠入邊嘅速凍雞柳大多屬於重組肉，為咗控制成本，廠家唔可能用整塊嘅好雞肉，佢哋收集雞殼泥、雞皮、碎肉，混合埋大量嘅澱粉、大豆蛋白，再加入各種香辛料同補水劑，攪拌成肉泥，然後透過機器壓製成條狀。呢個仲未算，為咗等佢炸出嚟金黃酥脆，
呢一條肉條出面會被裹上一層厚厚嘅麵粉同麵包糠，一條雞柳肉可能只係佔咗一半都冇，剩翻全係澱粉同麵衣，將佢掉入油鑊入邊一炸，麵粉瘋狂吸油，最後食入嘴入邊嘅係混合物，呢啲嘢熱量爆炸，營養極低，小朋友經常食，唔單止容易發放，仲會因為攝入過多嘅鈉同埋添加劑，影響味覺發育，搞到小朋友變得揀飲擇食，只係中意食重口味嘅嘢。第四種，真假難辨嘅牛羊肉卷。冬天打邊爐，牛羊肉卷係必點嘅硬菜，睇住嗰一卷卷紅白相間嘅肉間個幾秒鐘塞入嘴入邊，嗰種滿足感。但係你有冇遇過呢種情況？肉卷一落鑊，仲未等熟呢，紅色嘅瘦肉同白色嘅肥肉就分家啦，碎成一鑊渣。煮耐咗之後，肉食落去好似木渣咁，一啲肉味都冇。恭喜你，你買到典型嘅拼接肉卷啦！呢一種肉卷根本唔係喺羊身上切落嚟嘅整塊肉。黑心商家為咗降低成本，會用鴨肉、狐狸肉或者係極其廉價嘅碎肉，加上羊油或者牛油，再混入漸合劑同嫩肉粉，壓製成圓柱體，冷凍之後再切片。因為有羊油或者牛油嘅存在，聞落確實有嗰陣味，但食落完全係兩回事。為咗等呢塊假肉顏色好睇，有啲商家甚至會違規添加亞硝酸鹽或者色素，等啲肉睇落鮮紅欲滴。呢一種拼接肉脂肪含量通常極高，而且因為係碎肉拼接，食品安全風險好大，一定要煮好耐先可以徹底殺菌。但係一煮耐咗，口感就更差，簡直係惡性循環。真正嘅原切牛羊肉卷，佢嘅紋理係非常自然嘅。肥瘦之間係伸埋一齊嘅，有筋膜相連。落鑊煮嘅時候，佢係收縮變緊，而唔係散開。食入嘴入邊有濃郁嘅肉香，而唔係成嘴調味味。第五種，國民零食火腿腸。最後要講嘅呢個係超市入邊銷量最大，亦係隱蔽性最強、危害最普遍嘅火腿腸。無論係公仔麵搭檔，定係炒飯神器，甚至係小朋友手入邊嘅零食，火腿腸簡直無處不在。雖然呢幾年大家健康意識提高咗，知道呢啲嘢唔係幾好，但好多人對佢嘅衰認識得仲未夠深。火腿腸係典型嘅澱粉大戶同顏值擔當。你知道按照國家標準，普通嘅火腿腸入邊肉含量有幾多嗎？好多平價嘅火腿腸肉含量甚至不足30%，剩翻嗰70%係咩？係澱粉，係大豆蛋白，係水，係各種增稠劑。為咗等呢一坨澱粉團食落似肉，商家一定要落猛藥，肉味唔夠，加豬肉香精、牛肉香精，顏色發白，加紅曲紅、胭脂紅，經壞得快，加防腐劑，口感唔彈，加卡拉膠。最可怕嘅係鈉含量，你隨便拎起一條火腿腸睇下營養成分表，一條腸落去，你呢一日一半嘅鹽分指標就用完啦。對於腎臟功能仲未發育完全嘅小朋友嚟講，呢個簡直係災難。火腿腸呢種嘢營養價值極低，全係熱量同添加劑，佢無法為小朋友提供生長發育所需嘅優質蛋白同微量元素，只會等小朋友發飯重口味。建議大家能唔食就唔食。呢啲合成肉之所以可以霸佔超市嘅冷凍櫃，就係捉住咗我哋貪便宜、圖方便嘅人性弱點。佢哋利用各種添加劑同工藝，用低廉嘅原料模仿出咗真肉嘅口感，滿足咗我哋喺快節奏生活下嘅口腹之欲。但係呢啲慳翻嚟嘅幾蚊，同節省落嚟嘅幾十分鐘烹調時間，係以犧牲我哋身體嘅健康做代價㗎。等我哋一齊拒絕科技與狠活，回歸食物最本真嘅味道。祝大家都可以食得明白，食得健康。